嗱，我知道咧，李文浩咧，大家上去呢香港嘅有關嘅執法部門咧，都已經知道係你哋通緝緊㗎啦。我唔知香港國際機場有冇你嘅樣喺入邊啊？即係有啲屋村有啲屋村有啊，係有啊，啲屋村有啊，啲街坊成日都 send 翻啲相俾我，我喺埲牆見到你，有邊埲牆見到喎，跟住就會貼咗啲被通緝人士嗰啲。咁會唔會擔心？喂，我哋呢啲即係網上有名嘅人啊，會導致到你自己嘅風險。咁你自己會點樣研判有關嘅事咧？風險咧就幾時都存在㗎啦。咁但係對我自己嚟講啦，就唔會因為有風險出現而阻止我去繼續做我想做嘅嘢嘅。因為如果風險出現而我去有所收斂嘅話咧，咁就正合咗佢意㗎啦嘛。咁所以咧風險嚟講，我會兩睇啦，我有喜有憂啦。咁憂嗰方面咧就係佢的而且確係會持續咁樣去針對我哋做出一啲滋擾啊，甚至攻擊啊，甚至乎香港同台灣咁近咧，即係若果去到適當嘅時機，佢有100%嘅把握咧，跨境綁架都唔係唔可能嘅。係啦，咁但係有咩方面係值得起嘅咧？就係以富湯單案為例啦。咁我哋可以知道每一個襲擊富湯嘅人咧，都係由香港出發前往台灣，然之後進行襲擊。係啦，淋完紅油之後就搭翻架飛機翻去呢一個香港噶嘛。咁我哋可以從呢一個步驟裡面得知，點解淋紅油呢咁簡單嘅佢唔揾台灣人做咧？佢唔揾台灣黑幫做咧？好明顯，咁就可以意味住喺呢一個整個台灣裡面已經冇特區政府信得過嘅 party。可以俾佢利用啦，呢個就係值得起嘅一部分啦。中華民國內政部啦，係啦，國安單位啦，早排係拉咗大量嘅台灣在地黑幫，就警告佢哋你唔好配合中共做任何嘢。好明顯呢個恐嚇，即係你恐嚇又好，威脅又好啦，係奏效嘅。